哇，现场的交通情况是非常堵啊！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避雷口了，那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。依家睇過74平嗰個山房嚟啊，咁就嚟嗰度睇下。依家比較人多啊，擁擠啊，咁樣咧入嚟。一房啦，49方嘅2房，咁3房咧有2個。咁嗰邊有個細房嚟啊，整個空間唔係幾大啊，不如做啱嘅嗰個。如果做個小朋友個房，小朋友個房旁邊嗰度亦都會有呢個廚房啊，呢個廚房。空間係充足嚟嘅，咁啊咧再睇下嗰個整體個大廳個空間嚟嘅，大廳空間就大廳空間係比較充足嚟嘅，74平方嘅，咁外邊咧係陽台嚟㗎，呢個陽台個空間就比較大，呢個陽台唔係外邊嘅陽台嚟㗎，咁啊啲人喺度就睇下其他房啊。呢個主人房嘅其實用線聲都好好多，比其他房啊就比較標準㗎啦。呢個主人房啊，咁其他呢啲小朋友嘅房咧，就會睇一下先。走到嗰度都會做咗一個櫃啊，今日衞生間嗰邊嚟嘅。呢個就係小朋友個房嚟嘅。比較細，如果按照利用率嚟咁講，你係傳統個利用率就係80%幾嘅利用率嚟嘅，唔係第4度住宅個利用空間嚟嘅。如果對呢個樓盤感興趣嘅朋友，你可以聯繫我啊，價錢喺33000。